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香港青年協會升學規劃中心嘅社工 Wilson。考試就嚟到咯喎，考試之前嗰日同學會唔會好緊張啊？有冇諗過點樣好好利用嗰24小時呢？不妨參考下以下嘅意見啦。首先，我哋建議同學計劃好聽日前往試場嘅路線圖同埋方法，預備好足夠嘅車資。如果可以嘅話，帶多少少錢，以備不時之需啊嘛。第二，我哋建議同學熟讀考試守則，除咗可以知道自己嘅權利之外我哋仲可以避免自己因為犯規而受到扣分。例如喺試場裏面千祈唔好影相啊。第三，準備好聽日要用嘅文具同埋身份證明文件，例如准考證、身份證等等。另外，我哋都建議同學帶一件外套啊，因為以往有考生因為試場太凍啊，所以影響到佢考試嘅表現。仲有，同學可以帶一支水或者少少嘅小食啦，喺考試同考試中間嘅小休補充體力㗎。第五，我哋建議同學都可以溫習一下大二嘅題目或者重點嘅題目，睇翻學校裡面嘅模擬試卷啦，或者歷屆嘅試題，睇下有啲咩係同學嘅不足或者常犯嘅錯誤，以免重蹈覆轍啦。最後同學一定要早啲瞓啦，有一個足夠嘅睡眠，聽日先會考得好㗎嘛。頭先我哋講咗考試前24小時點樣好好咁利用，其實考試前30分鐘都好重要㗎。以下呢幾點大家都要留意下。第一，我哋建議同學提早15分鐘或者更加早嘅時間去到試場，等自己可以適應下個環境，穩定心神。第二，當我哋喺試場嗰度見到朋友或者同學嘅時候我哋避免去同佢哋討論考試嘅內容，以免影響我哋嘅心情啊。第三，入試場之前一定要熄咗自己嘅手機、傳呼機或者有響鬧功能嘅裝置啊。特別一提就係大家要熄咗手提電話裡面鬧鐘嘅功能啦。第四，同學要預先去咗洗手間先，咁我哋就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去答題啦。第五，同學可以再檢查一下自己嘅文具係咪齊全喎，例如原子筆啦，或者作答多項選擇題嘅 HB 鉛筆。如果真係唔記得帶嘅話，一定要問同學借啊。第六，要提醒自己保持心境開朗，放鬆啲入去個試場度啊。如果有需要嘅話，做一啲深呼吸嘅練習，鬆弛神經啦。最後，要檢查下自己嘅衫袋啦、褲袋或者褸袋，有冇一啲書籍啦、筆記或者電子產品啊。如果真係發現有嘅話，就要收翻落自己嘅袋裡面啦。今集講住咁多先，希望幫到大家啦，拜拜。